兄姐大家平安。注意礼拜进前，咱用诗歌来礼拜师，咱来唱本日要献的三首诗歌。第一首介绍是现在。唱第一到第三站。现在。第553首，为主来做伊感性。为主来做。为主来做伊干净，心意做的事情，多日好大来向前，路袂到天顶。为主来做伊干净，因更叫主耶稣。咱来吟438首，阮第一场夜好经济。我咧唱老好经济，无顾就会无依，这是对主。
就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所属的大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主，你因为你是我们无比的盼望你用你的宝血你用你白白的恩典来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有盼望来得见你，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子民。主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主你的旨意，也带领我们未来的道路是坚固的，是稳固的。我们谢谢你，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求，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敬拜时已经到，请咱用念经、用恭敬，然后开始今早起一个礼拜，请走啦。兄弟你的主爱那遐宝贝，世间人拢来比伫你食果的知音的，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三甲来唱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请咱起立吟全首。现在，
者，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大声恳求你耳康，听阮的感谢甲祈求。感谢你伫COVID疫情的期间，你保守看顾阮，留阮的活命，佮互阮今仔日有机会来到伫你的圣殿，才来敬拜你。毋管阮是伫教会内底，或者是透过网络来敬拜你，你是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有听，有公义，有权能，有安慰，有扶持，有医治。天父恳求你继续保守看顾，互阮伫你坚固的石板顶活出做你囝儿的款式。阮也爱恳求你赐福聪明智慧，互阮的政府官员，互因伫疫苗甲照顾台湾百姓的政策有正确的决定，亲像大鼻王、所罗门王的聪明甲听心来治理国家。阮将阮台湾的百姓交托伫你的手头，也恳求你引带阮今仔日所有的敬拜，透过周牧师的嘴来勉励，互阮知安怎来敲找你的教示。安尼恳求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三甲来启用启文59篇。启文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我来启兄弟来引。启文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才偌尼啊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请咱游园坐咧来学了圣诗553首，为主来做伊干净。
来领受上帝记载伫以赛亚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甲第8节。上帝教示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当乌西亚王死迄年，我看见主坐伫悬悬的宝座，伊的衣裳水落满殿，伫伊的顶面有西拉兵跟随伫徛，各有6个膝，用2个膝压面，2个膝压骹，2个膝伫背。即个唱，迄个和讲，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荣光充满全地。第4节，门厅因为唱和的声来震动，殿就有烟云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啊，我袂无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佮踮伫嘴唇无清气的百姓中，因为我目睭有看见王万军的耶和华。第6节，有一个西拉兵飞来活我，伊的手提烧烧的炭，是用火钳对弹顶摕来的，将炭迄伫我的喙，讲看，即个迄伫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就除去，你的罪恶就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罪啊，治罪要为我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愿上帝祝福听伊教示的人。即时要请周牧师来甲咱勉励，主差遣我。伫遮咱所敬听咱的五牧师娘吼，这条表以及咱的长子兄弟姊妹特别我要来讲的是有一位的青年吼我几年前来的时阵，我看到伊啦吼，我足欢喜的，因为伊伫少年时阵我就熟悉伊迄阵我伫桃园的八地教会吼迄阵是青少年即摆愈看愈大汉尼咱的姓名执事啦吼。今仔真欢喜来到伫遮，因为几年无来遮看到大家有即个机会啦吼。咱遮附近变化真多啦吼，真大。几年前无几年前咱即个操场啦吼，咱即个操场都还未整理吼。几年前咱即个新德公园嘛未即个咱讲即个叫啥？动物园嘛未处理吼。几年中间其实咱附近变化真大吼，附近变化真大。愿上帝祝福伫咱公教的咱众兄弟姊妹这是咱三甲头来祈祷。天父地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恩典够也用。特别伫疫情的中间，阮知影，阮有侪人有欠缺，有需要。总是主，阮冤屈你，因为阮知影上帝你的灵也帮助阮行过这段时间。因为阮看见有真侪行业受到影响。阮看见有侪人也因为安尼经济受到真大打击，总是主，阮祈求你，阮倚靠你，因为阮知影你要互阮行过这段时间。主，也恳求上帝圣神帮助阮，互阮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因为阮知影你的灵充满阮，帮助阮，互阮每一人平平得到上帝的利益，互阮听的甲讲的平平得到上帝的帮助。这是阮的开始今仔的敬拜。讲道，愿主你甲阮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今仔日牧师要讲的是叫做主差遣我，主差遣我。今仔经文咱讲是以赛亚受呼召的过程。咱知影受呼召，毋是牧者咱讲的种植同工的专利，乃是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受到上帝呼召。咱会当真做同人，真做同工，这是遮尔大的福气。受呼召来讲是咱的生命中间，代表咱甲上帝之间来产生一个连结的关系。
伫万百姓中间，伫万人的中间，咱讲咱有即款的机会，互上帝来呼召，这是足大的福分。无经别人经着你，无请别人找着你，这是足大的机会，也是足大的福分。因为上帝哪会找迄个人，哪是找着你。所以咱讲，上帝伊将伊的计划，将伊伫历史的中间的一个啥？一个咱讲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伊所要做的代志，交伫你的手中。可能这个工课是某一项足细项的代志，某一项会当讲无啥影响性的代志，总是上帝有缘讲，这个代志是爱交予你。所以咱讲，咱若个上帝呼召你，是毋是愿意来做回应？讲上帝我愿意做，所以呼召无一定是神秘的。真神奇的一个事项，呼召有当时也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有当时牧师甲咱讲咱牧师甲咱讲，某物人会当请你做同工无？某物人会当请你做这项事无？可能这是一个咱讲的真平常的代志，请你做某一项代志。总是咱知影，既然是上帝透过咱牧师或者是咱的中职同工甲你讲，邀请你来做，有当时也毋是真奇妙的。毋但是神奇的，是一个真平常的代志，但是你愿意来做这个上帝要教你的代志，就亲像耶稣讲的，细项事尽忠，大项事当然做会好。所以咱来讲，将这个细项事交予你，包括代表讲你有才调，你有能力，你有温事，你有这个气力，你有法度来做这项代志。咱看去呼召过程，有时阵是神秘的，有时阵是真平常的。咱看见摩西伫即个旷野中间看到即个刺白复火烧，无烧去即个异象。然后上帝甲讲：你爱干哪带你这百姓伫苦难中的百姓出埃及，完成旧约圣经中间上伟大的使命。咱看见先知撒母耳也伫困的中间，伫冬眠的中间来听到上帝呼召。伊本来想讲是祭司的老师，即个以利甲叫讲你爱起来，你爱起来。结果呢，三番两次来到伫以利的面头前，然后到伫第三摆，以利甲讲：毋是哦，毋是我来叫，是上帝叫你，是上帝叫你。所以，当你第四摆的时候，你爱回答讲：罗卜详细听，罗卜注意听，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咱讲呼召是咱面对这个生命真要紧的时刻的使命感。是咱呼召时间，伫生命中间，上帝对咱的计划。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工课要做，但是有一项代志，上帝讲，这个代志属于我的代志。这毋是你的代志哦，这是我的代志。上帝将伊的代志交予你，安尼咱实在是安那？咱感觉真荣幸上帝愿意用我。好，咱讲咱百项代志。公司的代志、厝的代志、什么代志、拄好这项代志是要互你做的，是上帝讲这项代志属于你去做的。呼召是安尼，上帝讲这项代志是你的。咱讲的有当时也是无张伫中间，或者是戏剧性的；有当时也是啥渐渐累积的。亲像以赛亚看到天顶圣殿的异象，咱看见保罗伫大马色的路上，但听到主耶稣甲伊讲话。咱也看到以赛亚渐渐清楚伊的使命是对伫以色列一个列国的语言，无亲像保罗是真做对外邦人宣教的门徒。所以咱接受呼召的时阵，咱真清楚，有时阵咱毋知上帝要叫我做啥。有时阵上帝讲这项代志交予你，像咱某一项代志交予你，每一项事工交予你，你开始讲我毋知我要做啥，我毋捌做过这过。我毋捌做过这个代志过，你讲要教我真正是会真惊吓，你知无？我真着急，我到底是要安怎做？安怎做较对？安怎做较好？我毋知呢，我真正毋知。有当时也真正啦，上帝教咱的时阵，咱开始拢懵了了，要行迄条，要行这条，其实咱无清楚。有当时咱就感觉讲，哎哟，这样代志毋是别人较好咧，迄个人较有才调咧，迄个人较有本事咧，哪会叫我？别人咧，别人迄个好啊。结果牧师来讲，迄个人最近出国，迄个人最近最近伊的工作足无用的，所以这样就拜托你。有当时讲，迄个人较有才调咧，迄个人较有文书，我拢无法度。
啊，拄好你上适合。所以有当时啊呐，真奇妙，你知无？啊，即项代志无想着讲是我爱做，你知？无想着我会做即项工课，无想着讲上帝讲呼召我做即项事咧。像讲咱伫咱的工课顶，有当时啊讲，哎奇怪，迄人毋是较比我较好吗？来到公司较侪年，比我较资深，迄人吼读个学历较悬呢，读个博士博伫遐，倒是对外国某一间足有名的常春藤大学转来，常春藤知啦美国的从优秀的大学转来，这足好诶，这那无经验啊，经我要讲某物人，拜托你来接这个职务。有当时咱毋知呢，像伫教会共款，迄个人咧到教会时间较久，伊的人面嘛较宽，伫教会工课嘛做足多，若是经着我。有时阵咱实在是毋知影上帝的时间甲计划，咱实在无清楚上帝哪要叫我，这就是呼召。有当时真正毋是咱家己计划好势，咱生命计划好势讲。我伫40岁我要做啥？我50岁要做啥？我60岁要做啥？我70岁要做啥？我计划好势啊！你知无？我65岁我要退休，结果上帝讲袂使，65岁伤早，70岁还袂有你退休。有当时真正咱毋知影，咱知影顺服啦。咱知影这是啥？上帝计划超过咱的想象啦。就亲像以赛亚共款，所以咱看见呐。伊开始的时阵，毋知影上帝要叫伊做啥，毋知影上帝要叫伊做啥物代志，真正拢毋知。总是咱会当做啥？上帝我交互你啊！你既然讲要叫我，好啊，我就交互，我就上我的时间、精神、体力交互你。然后上帝，你要叫我行迄倒，我就行迄倒；你要叫我做啥就做啥，因为我交互你啊嘛。所以今日咱愿意为主来着磨的时阵，你会发觉目标会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明白。你就知影讲，你今日你用选择中职，你用选择团契干部，你用选择团契这同工，或者是某一项事工，咱就愈来愈清楚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大概是真正无清楚哦。像牧师，当时要做牧师，我嘛毋知要做牧师要做啥。我读新学院，我毋知为什么我要读新学院。但是你会愈来愈清楚，为什么上帝要叫你？你真正会愈来愈清楚。有时阵咱会感觉讲真家己自满吼，家己感觉讲家己袂歹啊，程度好，优秀。所以今仔日人还找我，有当时有个人是安尼啦吼，咱不了有一寡人是安尼想。所以有当时讲我的程度有好，我准备好势，但是咱讲一半尔，做一半。咱的成就也是上帝要用咱，其实是上帝的竞选，是咱已经准备好势，咱有个材料。但是今仔日决定的毋是你啊，决定的是上帝。亲像牧师口讲的，有个人已经程度比咱好，但是无叫伊啦。决定的人是上帝。所以，咱就照上帝意思去做，毋是照家己的想法。因为咱是执行的人，咱毋是指挥的人。咱是执行者，咱毋是指挥者。所以，咱毋是甘将土地，咱毋是甘将职位。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来服侍伊。撒母耳记上12章24节。所以，咱受到上帝呼召，咱有当时有个人感觉讲我无准备好势。你会感觉讲会找我，找别人更较好。你著看像摩西共款，讲莫找我，你找我啥？找我兄哥，口才比我较好，你毋好找我。就真袂晓讲话的人，你来找我。真正牧师当做读新学院，毋是未读新学院进前吼。我伫我的场人，因为要找阮牧师娘吼，所以我真认真去做礼拜。所以迄阵就是去阮的场人的教，阮场人嘛牧师啦吼。迄阵叫我讲，无你来带敬拜，好啊，毋捌带过，带看觅。结果迄天礼拜煞吼，就带我去讲话。我人客呢，我人客倒互你邀请来安尼带敬拜。你讲的嘛较犀利，较客气。我讲啥？你到底是咧敬拜啥？你唱歌唱拢伫喙内底，拢无笑出来。
啊，咱都袂晓咧，咱真正含慢咧，咱都毋捌带过敬拜个咯。啊，第一摆带敬拜当会紧张啊，都拢毋敢讲出来，毋捌笑出来咧。啊，真正是安尼啦吼。有当时咱开始的时阵，咱会惊，你知无？咱会讲啊，为什么要找我？我安稳过日子就好啊。我都做平常人就好啊。逐个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点点啊来，点点啊走，安尼就好啊。安尼毋足好，哪会要找我？做一人嘛感觉讲，我来教会就点点啊来，点点啊走。吼，毋免倒伫遐讲哦，我伫遐倒做啥做啥，毋免啦。我做歹做这当做，我想要做一个平常人。你我爱做上帝的同工。所以感觉啊，传福音的代志毋是我的代志，传福音是牧师的代志、长老的代志、执事的代志、同工的代志、团契的代志，无我的代志，拢无我的代志。但是上帝若讲有啊，你嘛要参与啊呢？这工课有你一份呢？吼，有这份，你一份来邀请你的时候，你要哪回应？咱看去上帝咧找用那的时阵，用那讲我无爱，你知无？用那讲无爱，迄无我的代志。迄尼尼微城，迄个人歹人，迄个人是我的对敌，吼，迄个人是要甲阮抬，要甲阮侵略的国家，哪会叫我去？啊，迄个人若叫上帝消灭，我欢喜拍扑啊！你还叫我去？伊无爱，你知？伊讲我要走去他书啦，啊，他书里头叫西班牙，因为迄阵还未发现新大陆吼，所以。他说是天那个地极，吼，对当时的人讲，哦，他说就是上远的，那行到遐天就落落，地就无去的所在吼，吼，土地上远的所在叫他说，伊就走到天边海角，互你找无。上帝，我走去天边海角，你找无。但是安那无效啊！上帝讲，用哪，我就是找你啊，你走袂去啊。互伊大只鱼食，后壁结局情咱拢知影。所以咱知影，上帝若叫咱是也闪袂去，走袂了，走袂去啦。既然若找你，你若伫闪一直比，最后嘛是找着你。最后找着你，啊，对着开始讲好啊，我做啊，啊，毋是足好。倒伫安尼拖来拖去，倒伫亲像用那咧伫大只鱼内底暗无天日安尼伫。都足烦恼，讲这鱼的胃酸吼，都扬去安尼吼，叫鱼啊食去，伊嘛足紧张的，知无？咱是无圣经是无写，但是你想看觅，伊一定足惊的。大只鱼的腹肚内一定足惊的，何必安尼呢？何必安尼呢？啊，都起头就亲像以赛亚讲，上帝讲啊，找见我，好啊，我去，啊，毋足好。所以咱看见呐，先知以赛亚。见到异象的时阵，拄啊是乌西亚王过身的事啦。乌西亚王其实是好王，你知无？是好王。伊在位吼，伊在位拢总52年，是当时犹太国安啦，第二长的啦，第二久的吼。互咱知影，伊是啥？是犹太国一个好王，拄伫这国家拄在衰微的过程中啊，伊实在是歹命啦吼。为啥讲歹命？伊拄这国家当要啦，当要衰微啦。往下坡落家的时阵啊，伊较在做王，吼啊！当然咱嘛想讲啊，伊可能做王了，即个国家复兴啊嘛无咧，嘛是继续安啦落家安尼去。总是安那，咱会感觉嘛真悲观啦吼。为虾米上帝即个时阵找伊啦？吼，互伊做王。当时伊乌西亚过身的迄年吼，先知看到迄个异象，看到上帝永远坐伫悬悬的宝座，因为吼。你爱想讲，即个国家吼，即个好王，即个优秀的王，即个真咱讲真贤明的王，安尼过身吼，已经大家百姓，包括以色列一定拢真悲观啦。因为即国家拄要落家，拄啊看到即个王的，当然啦，小可安尼平莫阁一直落去安尼说过身啊，人一定足悲观的。因为即个要复兴的现象，即个要互家中重新徛起来王，结果无去啊。一定会真烦恼，但是上帝甲讲毋免惊，我倒伫个啦，我倒伫个，迄王无去，我坐伫宝座，你有看见无？你有看见我坐到永远坐伫宝座？所以世上王的过身，但是迄个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上帝永远伫咧阿妹无？无人阿妹你嘛？阿妹无？所以我讲个啦，环境吼会改变啦。
上帝永远无变，这是咱基督徒咱的确信啊。就像疫情的中间，环境一直变，变来变去。本来一礼拜前咱讲袂歹呢，咱的台湾愈来愈好，你看，安尼家人过来的家人听有啦吼。疫情安尼愈来愈病，愈频繁，甚至都有家人无任何人去传染着，哇，有够欢喜的。结果顶礼拜讲有一个第六塔病毒，都开始烦恼起来。所以咱讲，这个环境一直在改变。有当时，咱知影无常伫中间，这意外，也是讲，互咱想袂到代志就发生啦。咱讲台湾一直要好啊，哇，足欢喜的，咱要恢复原地的生活。咱来去餐厅食饭啊，免伫遐过来过去倒伫隔一块房啊，要讲话都要用安尼。即摆我来去食饭，要甲阮太太讲话即摆要食啥物？听无要紧。我讲即摆要食啥物？咱伫遐啦，生活有啥无方便？出去的时阵，咱都要烦恼东烦恼西，倒来都要消毒最后真都要喷都要喷都要洗手。咱就想生活渐渐要恢复，结果咧都有变化，所以咱讲起，当以赛亚时代，因感觉讲国家惨啊，这个亡过身啊，咱这个国家毋强要消灭去啊。上帝讲，我都坐伫遐啦，你毋免惊，我都坐伫遐啦。所以咱看起，乌西雅王虽然是一个好的王，伊伫国势慢慢安尼愈来愈好，但是伊就骄傲啦。伊讲伊就家己去去圣殿烧香。咱讲伫迄个圣殿烧香即个咱讲做遮献祭代志、送的代志，送祭司对毋对？大祭司遐当记得进圣所里头，圣所即种祭司遐当去的，毋是凊彩人当去的。伊讲我王呢，我上大我当去啊，袂使，这是上帝命令。上帝命令赢过王的关系，你知道？上帝命令较大啦，王较细啦。王伫上帝会无算啥啦。但是讲我王呢，我这国家王，我要做啥就做啥，你管我遮济，我要去献祭。所以就做这样代志，咱上帝甲兴我叫大太哥啊，这叫大太哥，去到伊过身迄期。所以讲，伊上帝对任何人犯罪拢会管教。既然王也共款，虽然这王是袂歹的王。所以伊犯着即个了，上帝犹原互伊得到即个病，直到伊过身的时。所以咱想讲，伊到伫伊晚年的时，其实伊过了艰苦，因为得到即个病啦泰戈病泰戈病。咱知泰戈病伫北部迄个叫做乐山乐山疗养院。过去就是迄个咱讲的泰戈病泰戈病足可怜，伊无反，伊迄个末梢神经会死去所以慢慢伊就你叫糖加着这啥拢无反应，真可怜。所以咱看见伊就敢咱看见伊就即款的时间过伊的晚年，直到伊过身的时。所以咱看见以赛亚真严肃面对啥，无论什么人伫至权的上帝面头前，拢爱用喙唇尊叫伊，拢爱咱爱真正尊敬上帝。所以咱看见亲像啥乌西雅王，虽然喙唇尊敬伊，心离开伊，偏惊家己的路倒来献祭，这是无遮尔无知来干犯上帝甲伊的殿宇，所以来受到刑罚。所以上帝今仔日透过即个奇妙异象，互咱知影讲，咱袂使自称做义啦。袂当讲我家己足够，绝对讲自称做义，包括以赛亚共款。所以看到家己罪过甲不配的时阵伊讲我害啊，我惨啊，我灭亡啊，因为我是喙唇无清气人，踮伫喙唇无清气百姓中间。有一本册叫做《道德的人甲无道德的社会》，伊用即本册来做一个反省，讲人伫即无道德的社会、即群体中间如何来对落。所以咱看见，伊做即个反省，互咱知影讲，对独出伫喙的是对心出来，再误会；对伫心内底发出的有歹念头、凶杀、有奸淫、有偷窃、有假见证、有妄毒别人，拢是误会家己的。所以喙唇无清气，代表咱全人的即个罪恶。虽然以赛亚伫一般人的眼中是受人敬重的先知，
我讲伊嘛是义人啦，伊真正是义人，做了真好诶人，是真道德品德拢非常好诶人，但是是上帝眼中全然诶性格诶眼中完全无法度自夸。自称做义人看无上帝，咱知影，亲像以赛亚共款，伊也爱看到家己诶罪，伊也体会到全体诶罪。因为既然是整体一份子，伊就对这社会、对国家诶罪有责任。伊无法度亲像彼拉多共款，当时用洗手来道歉伊诶责任。彼拉多有熟悉啊吼，彼拉多有熟悉吼，彼拉多要宣判耶稣诶死刑诶时阵，伊先去洗手。无我诶代志，迄恁诶代志，无我代志，我洗手。吼，伊毋是因为伊惊去染着病毒啦吼。伊讲这代志跟我无关系，所以咱今日咱对罪甲反省，毋是单讲个人啊，也包括群体、即个社会、国家，甚至是人的本性的即个罪恶。所以今日咱看到即个哇，最近咱有看到即个报纸新闻咱讲哇，最近发生足侪水灾、矿荒，足侪咱讲的，古早人有即句讲。人若无天理，天就无啥价值啊！人若无天理，天就无价值啊！咱讲，因为人做遮尔罪恶的代志，咱破坏这个世界，你知？破坏这个环境，结果最近咱讲的极端气候、极端的气候，无落雨的所在落大雨。你看欧洲、中国，你看足侪所在落大雨，落甲做大水灾。遐本来沙漠的所在，结果落大雪，规个气候拢变到外国去出。咱知影即2天一个风台来到台湾咱遮无风无雨，但是咱从东部迄边做风台对这台湾的东海岸咧冲起来咱知影有即个气候学家讲奇怪，即个风台足奇妙，为什么？伫2-3天的中间。变化足紧的，对轻度一直变到强度安尼，时间足短。伊讲这就是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咱看去，互咱知影，真正人若无天理，天就无价值。咱破坏这个世界，世界就回应咱；咱破坏这个自然，自然就回应咱。所以咱讲的，今仔日咱是毋是得较侪关心伫咱这个整体的问题？第二，咱看去，当上帝接受以赛亚的认罪了，来接受上帝要做的工地啥？赦罪甲洁净。上帝是怜悯的上帝，随时准备赦免咱的罪，只要咱真心的悔改。正如浪子故事中的迄个老爸共款，迄老爸一直坐伫门外口伫遐找讲阮的囝当时要回来，一直咧听候。上帝一直等咱回来，回来吧，孩子。我永远伫遮等你，回来吧，细囝，我永远伫遮等你。上帝所爱的，这就是啥？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人，你无看见伊。诗篇第51篇第17节，上帝赦罪是清洁的动作。当咱讲的西律兵摕这火炭顶面的火炭炭顶面的火炭，将这炭来捂伫这以赛亚嘴讲，看这个炭捂着你的嘴。你的啥罪恶就来除掉，你的罪就得到赦免。这个炭捂着嘴大家要叫烫过无大部分拢是手去烫着你试看觅喙唇去烫着都较疼，为什么？喙唇都较敏感。咱的手的神经无喙唇的多，迄喙唇你烫着足敏感的，就疼到会挡袂掉。你要知影讲。即款除掉罪的感受，就亲像火炭烫着喙共款，艰苦。咱为着罪，为着伊来责备家己的时阵，迄款的艰苦，有当时讲袂出来，比足艰苦的。伊讲，就亲像迄个火炭拄着喙共款，捂着喙共款。所以咱看去，咱就经过迄个经历迄个过程，咱期待主要所下罪稳定来过清洁的生活。就亲像箴言第4章讲，毋通行歹人的路，毋通行歹人的路，要道险毋通经过，爱弯道头来过。
也正如提摩太前书第5章讲的，因为我伫上帝甲基督耶稣内底受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要遵守这话，毋通存成见，做代志嘛毋通偏心。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清洁咱的心，无骄傲自大，任何罪恶的行为。上帝使用的萝卜是谦卑的人。捌拄着一个，我过去牧会一个长老讲，上帝无欠工。伊即句话我常常要反省讲，啥物叫上帝无欠工？那上帝要找工人，安那伊绝对找好势，伊无欠，伊欠是啥？谦卑顺服的工人。所以咱若除了咱若上帝呼召的时阵，咱愿意安那来做一个真水的工，亲像保罗讲的，你要为着真道来打迄个美好的战。来持定永生，又着收掉，也真侪见证人的头前做迄美好的见证。所以，咱毋茫，咱会当透过上帝帮助，互咱安那下面咱来做。因为咱讲咱做事工进前爱做一个啥？做一个准备。即个准备毋是讲我要今日爱去学啥物个代志，毋是讲我爱有啥物款的文书能力，是上帝讲你的心准备好势无？即个心准备好是啥？你爱先幸福，先家己知影讲我无够业，甚至我有倒位有犯罪，我倒位有毋好，我爱先改变。这是真正的有备的工作。咱讲有备工作，毋是讲我今日爱做，你今日爱去学啥物？有当时你亲像牧师讲的，迄个亲像迄个摩西讲，我口才歹。真正当然是高师的口才，可能真正无好吼。但是上帝讲，我要找你，我就要互你有口才。那真像有人我今日我欠缺某一个能力，你今日叫我拍电脑，我都袂晓电脑。上帝讲，我要互你时间去学，你就会晓。这拢会当学的，你知无？这拢当学习的，你知无？但是有一项代志学袂起来。这叫啥？你家己你是毋是愿意谦卑？这是袂当学的。你家己知影，我无够谦卑，我骄傲，所以我爱学习谦卑。我家己倒位，我的心神中间，我有倒位有做的念头，我爱改变。这无学来，这毋是学来，这是你爱家己愿意来幸福。伫上帝面头前讲，我愿意来改变。愿意来改变，所以咱讲的今仔日，这才是真正的准备好势。就像以赛亚同款，上帝透过西拉饼捂迄个嘴讲，我要赦免你的罪，我要洁净你，然后你才来做我的工课。所以今仔日咱看去，上帝透过这了，继续要做啥？继续你都要有行动啊！你爱决志，爱有行动啊！所以以赛亚听到呼召的声讲，我会当查看什治罪，治罪愿意为我来去。上帝呼召是对以赛亚服侍机会，伊回应讲：我伫遮，请你查看我。伊愿意马上回应啊！伊毋是亲像摩西讲买卖找我，伊讲我伫遮，我伫遮，你若愿意找我，我伫遮。听你查看，听你吩咐，我要来做。所以信心无行为是死的。决志了无行动是假的，我再讲一解。信心无行为是死的，决志了无行动是假的。所以当以赛亚随着呼召了，来成做传上帝信息的使者，来预言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出世。如果你有兴趣，你有对圣经有识，你知以赛亚书足侪拢是咧预言耶稣基督。再看这篇哪像讲耶稣，这篇哪像讲耶稣。真正以赛亚书足侪拢是预言耶稣，所以为上帝来使用，不管上帝是用什么方式来钓咱、来找咱全然无私心，这是咱领受上帝祝福机会。你也知影，这也是咱得到上帝福分的这机会啦。当咱有一天甲上帝当头对面说：“哇，某某人，你来你拍拍手，你做得足好。”这是咱会当得到福分的机会。你讲我无爱，这是你失去机会。你失去机会，我必须要坦白讲，
当上帝予你这个机会，你讲我不爱神，这是你失去机会。所以，咱讲起今仔日，上帝未将过头的担，互你担啦。咱的奥运选手，一个足够得到金牌，叫做高信存啦吼。咱来讲即个来讲，高信存本来当举80公斤，即摆当举100公斤，可能上帝拖掉咱的时阵，咱今仔日当举80公斤尔。你讲你叫我举100公斤，我无法度。上帝讲，我若叫你，我若找你的时阵，我就互你有即款的能力，有一天你就举起来。所以今日，咱知影讲，上帝绝对袂将过头的重担放伫你的身上，伊绝对讲，我今日找你，你就有才调去做啦，毋免烦恼你做袂到，毋免烦恼你做袂到。咱伊也将赏赐你能力智慧互你。所以无论做啥物，拢爱对心头头来做，是咱亲像对主来做，毋是互人做的。是歌罗西书第3章第33节。所以相信上帝是服侍顶面加添咱的开力，互咱愈来服侍愈甘甜。犹太大比喻讲一个比如讲，有一人厝内底有一只牛，一只牛是臃肿的，一只牛是软弱的。到底你要犁田是用倒一只牛？当然找迄只臃的，迄只软弱的放伫厝慢慢静养。今仔日你若要开一台车，今仔日我要环岛旅行，我厝里多2台，一台是一台是10几年买到20年的车，一台是新车。但牵来2、3年，你要用倒一台车？当然用新车，因为旧车强要20年，迄台新车常常咧故障，常常咧抛锚。我当然用新车。咱讲诶，今仔日每一个人，上帝讲，你就是迄台新车，你就是迄只臃肿的牛，你毋免烦恼。上帝交予你，绝对会互你做会到。智慧人要发光，亲像天顶的光，有一张规矩，要亲像发光的星共款，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书第12章第3节，亲爱的姊妹，当尊敬畏侍奉耶和华，当这个真诚的心来快乐。诗篇第2章11节。所以也因为感谢迄个互我推来的咱的耶稣基督，因为我有忠心派我来服侍伊。提摩太前书第1章12节。因为咱知咱的软弱，咱的软弱受上帝来赦免咱的，互咱得到互咱得到清气。用清洁心来服侍伊，也知影上帝互咱的目标。当咱接受的调明了，装备咱家己来主来使用。当咱决志了，努力来达成上帝目标，这就是呼召的命令。所以咱相信，就爱坚固，毋通摇动，爱常常尽力来做主的工。因为知影恁的劳苦伫主内底，毋是白白着我。所以今日咱知影，上帝呼召咱来亲像好西亚讲，我伫遮，请你服侍我。请你用我，请你来使用我，我愿意接受上帝呼召。最近咱知影，咱伫昨下暗吼，伫拜六，毋知影咱对9点到10点有看一出电视无？公共电视，斯卡罗，毋知有咱中间有咱看无？我想摇头吼，大部分反应表示看的人较少。有个人讲刚开始吼，安尼。爱兴兴去看，结果看小可拖吼，就无啥会看。所以，但是吼，我知影这个斯卡罗中间有3个主要的外国的角色啦，吼，国人的角色。这个一个就是咱讲的迄个叫做将军啦，吼，美国的将军吼叫做李先德。一个英国的生理人叫做毕奇林，吼，迄个河手迄个啦，吼，两个拢河手的。另外一个吼，可能较无注意一个医生叫万巴德，这来自苏格兰。我要讲是一个，迄两个吼，迄两个当放在边啊。因为其实咱讲的这几个角色吼，包括我讲的毕奇林，包括这个李先德，包括这个万巴德，因拢毋是简单的人物，拢是影响台湾历史，甚至咱讲的世界历史的人。这李先德后来去日本，后来。这个带日本人来到台湾，来到台湾，后来靠这中日甲午战争，这是历史人物。这毕奇林后来到伫新加坡，所以新加坡都有一条路叫毕奇林路。伊嘛写台湾的一寡记载毕奇林我要讲这万巴德，这万医师是世界有名的医生，称作啥？历代医学的
热带医学之父啦，热带医学的爸爸啦吼。伊对世界有足大影响力，伊的理论至少产生4个诺贝尔的啥医学奖，吼，诺贝尔医学奖。伊是中华民国创始者孙中山的啥文书啊？若无伊吼，就无孙中山，因为早就伫强掠去啊，伊去救孙中山。然后伊也是台湾第一个脱离这马拉利亚，马拉利亚知道吼，疟疾啊吼，马拉利亚的啥威胁的这所在，第一个除掉马拉利亚的所在是台湾，全世界吼，热带地区第一除掉马拉利亚是台湾，所以万医生会对台湾讲的非常的大。你毋知为什么来台湾？伊出世伫1844年的10月，伊出生伫这苏格兰的所在吼，伊伫亚伯丁啊阿伯丁这个大学医学嘅毕业了后，伊是互马雅国带来台湾。马雅国介绍来台湾的，马雅国有熟悉无？无熟悉那惨啊！因为马雅国若无熟悉咧，长老教会来遮足久都无效。马雅国就是咱南部是马雅国，北部是马街，咱知影吼。伊是第2个医疗宣教的人。万八德医生，我要讲，安尼对大愈解愈来有清楚，这个人会讲的。来台湾第2个医疗宣教是万八德，万八德医师。当这个马雅国医生，伊将这宣教的重要的地区对这打狗、对基丁刷来到台南府城的时阵，伊就将这个打狗的这宣教事工放互万八德、万八德医生。所以当时伫台湾接触足侪这个医疗的工课因为咱台湾当时医疗足动所以当时对是有一个，就是讲的马拉利亚。马拉利亚一年中间，咱讲足侪人为了马拉利亚过身，足侪，疟疾足影响足大。无说真正有机会去泰国，泰国这个做这个阿卡族，泰国北部。伫10几年前阿卡族因的大所在，马拉利亚足严重的。有一个牧师啦伊安尼讲，伊讲伊捌一摆，伊去要去洗礼，当地原住民阿卡族要做洗礼，讲报名好势讲即届洗礼20几个人，20几个人要洗礼，20几个要洗礼，结果去了奇怪，毋是讲20几个人吗？若剩即几个尔？结果遐个人讲，牧师，我讲。其他人无偌久进前拢伫马拉利亚过身啊，真正代志啊！这是真事实的代志。迄是这我讲的这个代志的牧师，就是咱前的这个马街病院的董事长这个华人的北部教会胡牧师甲我讲的，胡志强牧师甲我讲的，真正发生的代志。所以你也知影，当时台湾嘛共款啊，一年因为安尼马拉利亚过身啊，有够多啦，有够多。所以咱看起，你也知影，一个对伫苏格兰一个安全、进步、有文化的所在，要来到台湾是伫咧讲个瘴疠之期，一个传染病足侪所在，一个真落伍的所在，一个无文化，当时啦无文化的所在。就清朝政府讲的，男无情，女无义弃之可以一个这种所在，伊愿意来，愿意来到台湾。所以咱讲的这，就是这款上帝呼召，互伊来到咱台湾。所以咱过去宣教师，咱看去过去伊愿意离开因家己的故乡，才能享受咱讲享受的所在，自由的所在。咱个安全的所在、进步的所在，来到台湾，这是何等的大勇气，甲上帝的调兵。我讲的万法德，后来咱讲伊，后来因为来到台湾5年，伊就离开，到伫香港。所以到伫香港了后，伊就来伫成立香港的华人的这个西医的事院。这个西医的事院，就后来就叫做香港大学前身。香港大学是伊做前身，后来创设香港大学、香港大学。
所以万八德成做香港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啊，所以孙中山就是伫遐读册啦。啊，所以后来伊较有机会去救孙中山啦，救孙中山。伫1922年伊较过身，人称伊做历代医学的老爸。啊，伫台湾过程中间，伊嘛去学原住民的语言，学汉语，学台语，因为要来做好的宣教。万八德其实甲咱信众有关系，你知无？我要讲的万八德甲咱信众有关系。伊的医学报告讲到福尔摩沙的德欠哟，咱叫做竹堑，对不对？德赞。德欠德赞，我考第一音也袂准。一德赞古早叫德赞。伊讲德赞这个所在伊个医疗的这个报告来讲，德赞这个所在，讲到伫这个上有一寡传染病后来日本的医师叫做中川信哉，甲这横川定伫新这个头前溪伫咱头前这条溪伊讲啥？这肺病的源头结果是这肺吸虫啦肺的这个啥寄生虫肺的寄生肺吸虫，是当时台湾人得到肺病的主要原因啦。主要原因，伊结果研究出来是安尼啦，真做台湾真做历代医学的研究的真要紧的所在，也建立台湾的传染病以及流行病的这个啥防治的基础。伊也发现马拉利亚，所以后来政府就因为伊的观念来，互台湾真做第一个马拉利亚军堵的所在。联合国伫1965年讲台湾已经无马拉利亚，是热带地区第一个无马拉利亚的所在。所以咱免讲诶，万八德医生，我要得讲，若无上帝调兵，伊袂落来台湾啦。伊无可能来台湾，就亲像今仔日上帝若要请咱去做啥事情时，你是毋是愿意亲像以赛亚共款？主啊，我愿意，请你找见我，但是来祈祷。听我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主啊，我伫遮，请你找见我，愿主你帮助我，真做上帝你好的同工，奉靠主耶稣名，阿门。三甲用圣诗438首，愿内产也好经济来回应上帝驾事，请咱起立。
坐。这时请书贤的担纲，请咱起立来念奉献的诗。请咱三角来做奉献的祈祷。耶华，咱的主，你应当受称赞。天顶地下拢是你的，国度嘛是你的，所有的丰盛甲万美拢是对你来。咱的财情甲奉献嘛是对你来，拢是属于你的。这是阮甘心乐意的奉献。愿主接纳甲祝福，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伫还未报告以前，来欢迎咱有一个刚刚许思雨徐思雨伫后壁。咱拍鼓甲欢迎。伊是伫即马伫新竹上工咧新竹高工咧读书，应当就是住伫新竹啦吼。欢迎你定定来参加阮的聚会，咱搁一摆拍鼓来甲欢迎。几项代志来向大家报告。今仔日是圣经学院奉献的主日感谢周牧师所带来的信息。周牧师伫两堂的中间来甲咱勉励咱黄牧师去到伫新竹教会，伫遐主持礼拜，罗牧师到伫中正教会。后礼拜是中秋节连续的假日，所以两堂礼拜要联合做会，是10点半吼，毋是9点，是到10点半伫遮。后礼拜，佮后礼拜小会有接纳台中西屯教会建堂的奉献，迄日伫1楼有要义卖，所以请咱兄弟准备奉献。佮一个就是学青团契特小会要伫9月18甲9月20，就是拜6甲拜1，伫五峰旗圣母朝圣地。所以若要参加同工，请你伫拜6顶晡7点伫教会1楼集合出发。总务组嘛有恢复大家台中便当，总是定了麻烦你甲便当摕转伫厝，因为咱教会也无所在通好互咱共餐吼。牧师毋知要补充报告。即个圣经语敢要放投影片？若无，咱因时间的关系，要不要放？我用口头报告就好啊啦吼。是你，敬听的牧长兄弟大家平安。对旧年到今年，咱深深体会到，亲像诗人所讲的：“我靠耶和华比我靠人较好。”丰盛的时阵，上帝同在；不足的时，上帝犹原同在。伫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感谢咱兄弟过去的支持，也请恁继续关心甲代祷。
教育是圣经学院上重要的使命，提供课程予传教者、信徒来培训。每一届上圣经学院的课程，我拢有得到新的想法，也得到新的眼光。真感谢圣经学院的用心，予我伫遮上课会使心灵得到安息，身躯嘛得到保障。当5月份疫情爆发的时阵，咱真紧就将课程转做伫线顶，予老师甲牧师伫过程中间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甲奇妙。今年咱特别用大灾节期做主题，提供信徒灵性的操练，通过艺术启发人的日常生活。伫教会牧养的时阵，会当运用咱的目睭来看，甲主同行的路，学习自我的觉察，提升灵性的需要，互咱体会到上帝创造的水。咱嘛特别为着教会规划灵修会、退休会，也有中级的训练逐款的装备，互咱兄弟伫意伫灵修，伫基督的圣神的光照下底更新生命。圣经学院正做上年大学的总校，协助分校推行逐款祝福长辈的宣教活动。这几年来，圣经学院的信徒服务中心不断地更新设备，希望提供正教会兄弟一个合宜的场地，通好使用。咱有真侪无相款的场地，伫遮会当进行多元的训练课程、信仰的活动，包括野外礼拜。咱嘛会当举办国际性研讨会的场地。这是双连厅，是台北双连教会兄弟所奉献。伫今年通过因的支持，咱互即个教室成做一个新的教室，继续互兄弟伫遮得到灵性的成长。圣经学院董事会通过详细的规划，将已经6年外无使用的游泳池改做多功能活动中心，名叫主圣馆，意思是来建筑新城的建筑，提供教会机构来开会、聚会、举办各项的宣教活动，要互兄弟姊妹来结连，达到圣道相通的意义。今年拄好总会年会的需要，咱就提供一个适合的会议场所，互咱的议员通好来使用。上重要的是为着需要大岛关心。对于5月到7月，因为肺炎影响来停办真侪活动，咱收入减少300万。新学期的课程，请兄弟加入圣经学院的网页，也是脸书，通得到上新的消息。针对中级信徒的灵命培育，提供无相款的课程，也有年度时间研讨会、祈祷训练、培灵会等。咱学院有真侪已经超过50年的教室、宿舍，期待伫将来通修建。2021年，经常费需要6756万。虽然学院甲教会兄弟拢受到肺炎病毒的影响，咱做伙伫祈祷中带导，无论是顺利还是困难，继续用性命做见证。请恁为圣经学院带导甲奉献，阮会继续努力侍奉。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感谢恁。圣经学院教咱讲教会有诚深的因缘吼，对王永世牧师甲最近的阮院长，常常来拢来到伫咱教会，甲咱斗相共，所以请咱为着即个来关心来带导。煞接来吟尾变诗403首，主找牵我。
主这见我。主这见我。主引抓我，主引抓我，主引抓我，上帝叫你引抓，主求我，主求我，主求我，相信叫你求我，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将主生命活出去。咱做伙来领受上帝恩典祝福。愿咱大家行向天父上帝公义甲听谈的道路。愿真理的圣神，使咱有智慧、聪明，来当了解明白一切存在奥妙。愿主要所基督牺牲家己，带来咱永远的活命。愿三位一体上帝以马内利永远甲咱每一项伫咧，特别伫疫情的中间，保守咱灵魂体，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绿岛煞会。